第6章，兄弟啊，若有人偶然互过犯所赢，恁属灵的人就着用温柔的心，将伊挽回过来，顾着家己小心，行了也受引诱。恁逐人的重担，就互相担当，安尼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家己搁掠做有，就是家己欺骗。逐人应当省察家己的行为，安尼因所夸口的就全在家己，无在伫别人。因为逐人的确担当家己的担，伫道理上受教，就将一切欠用的供给互施教的人，毋通家己欺骗。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也种的，的确对情欲受败坏；顺着圣灵也种的，的确对圣灵受引诱。咱行好毋通失志，若无灰心，到时阵就要修成。所以有机会就着向正人行好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搁较着安尼。请看我亲手写互恁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凡虚度外貌体面的人，拢免将恁受割礼，无非是惊家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捆绑。因遐会受割礼，连家己也无守律法。因愿意恁受割礼，不过要借着恁的肉体夸口，总是我断无用别项的夸口，只夸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这个十字架，就我来论，世界已经钉伫十字架顶；就世界来论，我已经钉伫十字架顶。受割礼无受割礼，拢无关紧要。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凡照这个理来行，愿平安怜悯加互恁，甲上帝的以色列百姓。对呾以后，人拢毋通搅扰我，因为我的身顶带着基督耶稣的印记。兄弟啊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常伫恁心内。阿们。